嚟到湖北，大家一定要行下佢哋嘅博物館，因為湖北博物館係屬於國家一級博物館，亦都係8家國家級重點博物館之一。現有藏品24萬件，國家一級文物就近1000件。首先嘅就去參觀曾侯乙展廳，呢一個展館呢就有2件展品係必須要去參觀嘅，其一就係曾侯乙專盤，而另外一個就係4大鎮館之寶之一嘅曾侯乙編鐘。呢個就係1978年喺曾侯乙墓出土嘅編鐘，佢係高265厘米，長748厘米，重4.5噸左右。全套編鐘有8組3層，65件，懸掛喺呈曲尺形嘅銅木結構鐘架上。中學時代冇好好咁去溫習歷史，不過我都知道越王勾踐嘅故事。歷史之中提及嘅越王勾踐劍就係保存喺呢一間博物館，佢亦都係博物館4大鎮館之寶之一，同時都係人氣 No.1 嘅展品。呢把劍係長55.6厘米，闊5厘米，因為製作精美，經歷咗2500幾年啦，仍然係好清晰，毫無呢個鏽蝕，被譽為天下第一劍。喺出土嘅時候咧，劍係插喺7木劍鞘裏邊，出鞘嘅時候咧，仍然寒光閃閃，耀人眼目。佢劍刃薄而鋒利，經過測試，佢能夠一次輕鬆咁劃開20張白紙，係咪好犀利呢？一般嚟講，我哋行博物館咧，最初都會覺得好有興趣，咁行下咧就會又攰啦，又唔知睇啲咩好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我哋行博物館應該事先咧做少少功課，睇下佢嗰間博物館嘅鎮館之寶係啲乜嘢，重點就先睇晒佢哋，先至去睇其他。咁湖北博物館嘅4大鎮館之寶咧，就分別係雲縣人頭骨化石、元青花四愛陶梅瓶、曾侯乙編鐘，同埋最受歡迎嘅越王勾踐劍。咁喺2020年呢，博物館就做咗一個10大鎮館之寶評選活動。經過呢個投票之後呢，另外選多咗6件展品，一共就10件啦，就成為呢個10大鎮館之寶。大家有興趣嘅咧，可以喺我嘅文字簡介嗰度咧睇睇佢哋嘅介紹。睇完文物，我哋跟住去睇植物。武漢植物園就係中國3大核心科學植物園之一，始建於1956年，不過直到1993年先至正式向普通市民開放，已經成為市民休閒嘅一部分。植物園有上萬種植物，其中包括唔少嘅珍稀品種。例如喺上世紀50年代咧，中國同埋日本有2種沉睡過千年嘅古蓮種子先後甦醒，成功培育出一種玫紅色嘅蓮花，就係著名嘅中日友誼蓮啦。喺每年嘅6至8月去佢哋嘅珍品荷花展示區就可以欣賞得到。植物園裏邊有一個溫室，可以欣賞到不同品種嘅蘭花。除咗咁靚嘅蘭花之外咧，室外亦都栽種咗好多鮮豔嘅鬱金香。